OK，一早咧細聲咧，大家咧去講飄馬新聞。咁而家咧係朝早嘅5點鐘啦嚇，凌晨5點鐘啦。咁有啲好緊要嘅嘢講下。咁10幾年前就有飄馬蘇格啤，咁今次 ComplexCon 咧喺 Las Vegas 過幾日咧，禮拜6日咧喺美國嗰邊咧就會出Burger Pack 係同 Fendi the Pink 嘅合作啊！啲鞋嘅顏色咧就好似漢堡包顏色，咁咧就好似有兩對鞋。咁另外喺 Las Vegas 出嘅飄馬鞋就係 Pokemon 嘅鞋啦，好似係 Mel 2嘅鞋，紫紫哋色嘅。咁而喺澳洲呢邊咧就而家有英國潮牌嘅合作啊 ，Represent 嘅足球系列咁樣嘅，咁大家留意下啦。因為咧仲早咧就唔能夠太大聲，我驚嘈醒屋企人。咁遲啲再講啦。其實都仲有其他鞋嘅呢排。如果你真係要再講，可能有 Jil Sander 嘅聯乘啦。咁呢啲可能大人啲啊，或者 Swarovski